南投第3年延庆社区成立着戏剧班，老大人用跳舞来表演戏剧，展现自信甲活力。看起来热烈滚滚，这是德山延庆社区的时代志工，还有囡仔人所排练的舞蹈戏出。都上榜的，讲上榜的啦，啊都，阮女儿都周老师教遐小朋友跳舞啦，陪伴我们的一些老人啊、阿公阿嬷一起来活动，可以跟长者。小弟弟、小妹妹他们一起跳舞有伴奏大家那个气氛非常的和乐。大家练习，拢互大家人的头壳甲身躯做伙发动，嘛互时大人会当交朋友，充满自信，气氛是非常好。我们社区是产业是茶产业带领的小朋友来做这些采茶歌曲的表演。我们有一个茶婆婆的茶叶的品牌我们是结合这样，所以我们每个长辈都会穿起采茶服。这个表演5月初3伫延庆国小演出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到时阵来欣赏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